去哪里啊？司机，停车！停了吗？停了，好。我的飞机已经到了，直升机在9楼等我。我可以，你谁？哎，他怎么从机前进来啊？有人报警啊，他妈叫我们送来这里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是进来吧。总统候选人竞选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我要看你的证件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干嘛啊？我要喝水，我几号？你要投给我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啊！证件是什么？你的证件？我开会开记者会是什么？我要开记者会。证件，你的证件。不是说我的记者都来了吗？我记者现在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记者。记者在里面了。没有人啊！我警卫哎，我警卫，好，你小心走，你小心走，你小心。好。敢会感到辛苦，风霜一路，披上淡夜干电路，永不服输。茫茫大病为多前途，春夏有秋冬，叹岁月太匆匆。上甘地板行错，休息一下别强输。一票看千山万树，披一下发向相扶。年一年灭风尘有爱，感谢有你上下天数。不是爱情清楚楚，有言铭刻在心中。不是爱情清楚楚，目光来时路。世界是有多种思维的人，爱看世界的方法，老五莫强用。Temple Grandin。不要放开我！你知道谁当知道，快当上总统，你还要放开？刚才我下机前打过一下，打过了。好，再补一支。哟，好真哦！阿全冇轉頭嚇，幹嘛？我哋一下就好，一下就好。哎呦喂呀，哎呦，我給痛呢！好了啦，打好就不要一直弄他了。好了啦，阿全，好了，啊沒事，我講哦，你補完藥你就不會痛的哈。所以總統沒有什麼，哦，總統要什麼那種精神哈。點睛，乖。大松食藥，叫你聽書，大松食藥，叫你聽書。冇事情的。社工没来吗？哦，这个会议社工可以不用参加。那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开始吧。珊珊，今天早上从急诊送来，躁期巅峰，症状早上看过，跟之前差不多。多注意一下他的饮食习惯，还有人际关系，不要像上次激怒其他病友。好险人快转到楼上，不然现在就精彩喽。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。珊珊的病人太多了，碧秋，这个交给你处理。好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？如果没事的话，那我们就到这里啊。好了，各自去忙吧。好，我喊你啊。哦，林医师，我有事要跟你讨论一下。好。喺講地媽媽要乜嘅貼俾你行，唔做看人哋位啦。貼俾佢行邊？林媽媽，係。廿奶嘅整條對奶10塊4嘅。有醫保嘅哦，佢出院以後哦，有好給你咧。啊，上禮拜啊，我帶佢去拜神，結果佢就算唔好咧。做這些唔老高，還有尿嘅嘛？有啊，
而且无嘛该食东西，营养通，那巴都给我减皮呢。丁太太，你们有按时吃药吗？有啊。可是这药几乎都没有动哎，还是你们剂量吃错啊？哪有可能？药个说急救，那会说唔错。我老人讲哦，以后摆停药哦，迄人懵到什么人来讲，爱停开。丁太太，这精神科的药是不可以。妈妈，从某年梦到嘅什么？係唔係是拍拍嘅？出嚟，係喲。跳南夢咩拍拍嘅？跳南夢，係喲。係喲，面縫縫嘅種啊？就係佢。嚇？一喲誒，喺上面我嚟開嘅，先我上關。哎呦，好我啲咧。醫生啊，佢件哦凍齡咧，然後阿全專醫哦，所以咧幾好呢。如果懂懂研就会很用呢。富士小姐，你不要不相信，真给阿全赚了变医怪哦。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应该去看以后嘞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些不能带进去。哎，头摆做的，要摆做唔得啊？冇事，来看。啊。呀，生命工作的，村呢我上关。阿勇啊，那先放你那边，你书哦，你看起来。哎呀，我菜鸟就会菜鸟，要多学一点呐哈。嘿，什么你？哎呦，你这喽。对，妈妈啲药你都按用係。差唔多啦，唔過唔放心，其實佢已好啦，對你免熱性。我跟冇關係，佢挺迷信嘅，對照顧病人冇正確嘅觀念。都唔得人講哦，迷信還迷信，係講對病情嘅了解。但媽媽怕做得一口鳳梨是直接會用。富士小姐，我还丁权的妈妈，奶奶呀哈，她吃的是李盐呐哈，这个有资料我查过哦，要不有写哦，哪有请资料哈？阿给呀，它个浓度係幾多哈？哦，呀個濃度哦，1.1。1.1，那你还是又还是幾久呢？多久以后找回预期哈？那他这样之后啊，能不能回学校去念书？好了以后对保险有没有影响啊？哎呦，你不要在那边一直翻资料，你是护理人员呢。你们应该比我清楚，我是普通人。你看我这边做了很多资料，这里写的很清楚，有没有？这都是我书上查出来的资料。这个书听说很权威的，我这边做了笔记哈。你看，这个后面还有哦，这边有一个表格，我找一下哈。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有个表格，他说哈，假如说这个东西用久了以后啊，对他的这个状况可能会转为这种功能性的障碍，有冇？有冇？你有看到吧？好，然后啊，好，你们要多做一点功课，知道吗？下期房要下幾定媽媽？頭擺老一下咩查剔到咧？用那邊都暗用了。可能吃到是有嘅冇好。這考試前這個吃到有好嘅辦法的呀。我咩唔知，都要會叫嘅，到時候就會變啦。有常識，教授還靠充票呢，管你做好嘅啦。哪有可能？
医师，你怎么可以让病人用这么没有根据的民俗疗法？那只是会加水，不会有事情的。而且那是给丁妈的药，是丁权的。哎，玉秋啊，按到这唔快，有头发穿开起来，报平安，你在啥？啊，报平安会啦。来点，来点，好，你在啥？有头发了嘛？要穿开起来。倒装，不慢嘅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地球，恋爱一海啦！哎，我老人讲几好笑的，好这人然用枪出时间，无好，我今仔水果摕。哎，咱的平民同事怎么搿种好呢？哦，都在给你分手，公那个三日，吴珊珊啊？很按奏，你做的他点轻点嘛。反正有个吵哎，这边总不要你下面也是人家，这人家啊，是误会啦。什么误会啊？伊无有怪阮囝，伊暗时也袂困，会走出来遮，为什么嘛？骗笑啊！今仔人捌点点啦，哦，我甲你讲哦，今仔你爱互我一个解说哦。阮囝这细汉，伊才几岁尔，你甲诱拐出来这，我真正想到我就气哦，我真正是你啊！你不要这样，不要动手动脚，不要动手动脚，我无动手，我哪会动得了啊？这样你抓我要创啥？你抓伊啊！吓到他了。我进前就讲过啊，社区有这款人就是定时炸弹，恁大家拢唔相信，即摆事实证明啊哦，大人大整甲一个无情过，恋童癖哦，哈！我跟你讲，我今仔你无甲解释，你袂讲啊！你抓我要创啥？你搞啥？你搞啥？动手啊！那你又是谁啦？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冷静什么？啊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你问问看他。好了，你要我怎么冷静？好啊，去派出所讲。如果是你们错，你们要不要道歉？好啊。那如果是他的错，他要不要抓去关起来啊？不要派出所了，拜托你要不要问问小孩啊？他才几岁，他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没有跟他处理，没有好好的妈教训他一下，真的是啊！你袂使啊！你家己要创啥？你处理伊，你警察呢？你我跟你讲，你不敢。冷静，我家你不要处理，不要拉我嘛，你要找他嘛。我跟你讲，你没有跟他处理，他犯罪，讲啊，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拉我嘛。你甲我讲清楚哦！有，那不是我用的哦，迄就是啥，你知影？厝内底有一款囡仔哦，就是变成安尼啦，失德啦，我跟你讲啦，这就是啥，业障啦啊！哦，你看哦，就无讲我的代志哦，那不是我用的哦。误会啥？我跟你讲，我你今日要搞死你。
你怎么搞我呀？你这是要甲我拍？我今日无好啊，甲你教示一下，你真正是，你真正是有哪？阿奶哟！阮囝这细汉才几岁尔，你甲伊我突然间，社会有端人，定时炸弹，你大家拢要去证明啊！好啊，如果是他的错，他要不要抓去关起来啊？ 就跟你说是误会了吧，还不相信我？啊，你是不认识一正哦？我哪有什么办法？有人报案，我一定要处理的啊，不然我会被投诉。基本的辨别能力都没有，你当什么警察？我也不想这样子啊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不然，我请你看电影，当做赔罪好不好？还要看电影？看电影好啊，我们去看就好。谢谢啦，谢谢啦。 你们两个去看呐，我要去忙了。对。哎。那么有见啊，医生呀！唔是谁？哦，叶坤爷啊，那医生呀！医生哦，伫个康复中心啦，唔是谁哦？去派出所证明唔系医生。去就好。阿祖。 歹势哦，也歹麻烦啦。我免唔知讲我认真有通到外大医院，个反应袂安泰啊。冇关系啦，啊，你用会拖到牙下还忙治疗。 地震的情绪怎么样？现在冷静下来了。阿爽回办公室了吗？我不确定哎，应该吧。等他冷静一点，就让他出来，注意一下他的情绪。如果有什么事情，随时联络我。没问题。哎，今日有陪醫飛毛，我醫生大斷藥。那有可能，就算陪了，醫生媽媽咪唔會死。 那你做大鸟，我讲义正呢？义正妈妈有冇熟啊？讲起最好诶。你老佢講啊？哪一順風？你叫用嘅咯？冇啦，只有說你做義正嘅世界怪到。 阿
有东西都不用你偏phòng嘅，走得過去啦。存不卡。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？很快。伫遐呢，你安咯？只有成个记录无写清楚，硬老记写好来。这还蛮好哦，你平时常看无？我爱严葱啊。嘿啦，莫严葱，通几日咧？4号后，听下来。还蛮对诶。好啦。好嘞，安思思，也无嘛该啦。好，我做股骗你，现在股起价。就算你係侠女，咪會出上食藥嘅啊。係啲唔好俾你落人命，他就是都很懂厲害。冇見。冇啦，我啲上事情。做下班呢，还都上事情，眼神较强壮，才会美好嘿。很多上，唔看爱那样无忧无忌，美好嘿。我先在意嘞。哦，那做得会休息咯。我先嘞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不枉来时路。你姓啥啊？你吃都尿哎！就算安尼，今日不是大宴啊！你人去不论去整条，也去清洗。都唔哈是留啲影片，其实有行卡专门嘅技巧。外地啊，无先看伊啥物好冇？做得向沙工联络其他技巧，你真应该要去行卡专门嘅素材，因为 V 唔啦，遐个 V 嘅总话都有漂你用咧，安尼会影响其他人你演嘅时间。我以前。现在啊，你个啥？我去伊3年再去给乌卡哦。阿咋？要比迄10年的康复中心，从不会同意嘞。过来吼，重伤卡可以。原来没办法天数。你这个病情就得用自闭症处理啊。就算係自闭症，今日冇按洋葱。票房还有事情，乃先希望还。不过，你这妈妈嘅家庭，係冇辦法了解。佢唔係嗰種我想要私了給你。像伊咧，我了骗我，个伊也唔会好嘅咩？呀，你还有机会啊！我了骗我有吉睇嘅机会，我只个当清楚啦。姑嫂，你认为临时家庭容易真？对，去康复中心系冇？阿总，
我嫁就2、3年啦，就做唔得讲2、3年就不平咩？假使我冇做嘢，就准阿姨成这个1、3年咯。我喊做的有保险嘅钱都比佢凉啊，希望。 莫叫了哈。义正，你冇事，我就输这里哦。玉秋，你先上来过嘛？啊，来过了。义正很黑冇事咯。系啊，唔知冇事发。你这个班的时间没讲系，规晚部连睡都冇睡呢。唔过很矮哦，天没睡唔落觉，没睡唔落饭。你听我讲过吗？嗯。是得了遗感啊，我冇想到真情很用呢。啊。 我知道真係都冇公平呢。義正媽媽嘅暗號，我會發生咁嘅事情。下下來你用家實真好。終於因為我面的現實，冇可能一直安尼騙下去啊。哦，咁快口氣，我感覺都要變係嚇太久嘛。一般可沒安。 唔過真係冇吃涼咯，佢按下義正，應該要多加爭氣些時間先做噶。但嚴重也沒嘞，怎會抵啊？所以是發生什麼事啊？就是義正的媽媽得癌症。媽媽，哎，媽媽，哎，醫生，哎，醫生，媽媽，醫生，哎，醫生，冇事情的啦。醫生，媽媽，去把醫院放。醫生冷靜點。醫生冷靜點。小心！媽媽，醫生冷靜點。媽媽，沒事。媽媽，醫生冷靜點。你怎麼回事啊？醫生冷靜。媽媽，媽媽。頭擺，我老唔條講過，啲假片講法係生呢條誒，做唔定馬嘅法都講出來。你老豆係騙你他們是咩？你動錢哦？真歹勢啦，我沒調試，我冇想到我都好本去談到。算你啦。發生都發生嘞。做起來唔錯，下禮拜一定唔會發生的。唔對，要較注意義正的狀況。病房的監視器一定要一塊。有乜嘅事情哦，要家家留你先生講，對冇？對嘞。好嘞，冇事情嘞。做生意。
跟我说：“妈妈，快来接我。”根本就没有。骗子，根本就没有。对不起。骗子。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地震也好，做唔对起，如果冇办法控制自己嘅情绪，阿用吼做唔对。阿长，就算一百年，没想一点也没压下用的，地震一定很卡少，对佢咩唔好啊？韩国也系几肯定。唔对，较省力条呀，吼，问一下你身上嘅希望，迄讲发生乜嘅事情，做得严实处理。好。有牛人哦，你妈耶！那好吧，你去注意处理。要不诶，跟你发生马改 TV 嘅事情啊。好嘞，你个大本。请进。林医师。原谅我好无？原谅我妈妈做唔做咧？原谅妈妈好无？假使我无保庇，我爱保庇，唔系我嘅唔错，系运气唔好。古所咩唔系我嘅唔错，唔系马莎嘅唔错。唔是非是的。有难怪。我知我係一隻太麻煩，咩麻煩？我知我老骗人無強用，老骗人強用。不過媽媽講過，就是因為我老騙人無強用，我做嘅紙飛機，真做得比騙人較高。真乖。我唔中意康復中心。係啊。
妈妈的。妈妈，电片好诶，你强下去公园。哦。强下去公园到纸飞机。强下去公园到纸飞机。我强下去哦。我强下去，绝对要强下去。扬州的哦，你要收本来的无？我没爱。暗自幻想自己会懂，却忘了学会不怕尽头，要跌跌撞撞才有彩虹。来来去真嘅冇想到，你真會安樣。佢就雖然媽媽做得讓你溝通，不過對創世嘅人，佢敢講會比一般人還強。李先生，我安尼做，係咪唔錯嘅？一種事情，我錯也唔錯。個冇做為 healthy 嘅決定。唔過我還做得上班咯，唔可能。假使講我冇錯嘅，我還做得有保險嘅錢互比佢量啊。我去做化療哦，我卡存嘅錢就一時就冇嘅啊，叫我用甲啥咯？當多治療有健保補助，唔是太少。不過對你真來講，錢老時間，佢聽錯危險時間。李信怎么还在？珊珊，这个明天让工友寄到社工办公室，看看可以申请些什么补助。这什么？哦，医生他妈妈的资料哎。你不是都不加班的吗？现在留下来弄这个，天要塌下来喽！别加班啊！走喽。早就超过2分钟，你才没有准时，你今天还是算加班。青春的秘密，给过你，就会重复你的，也不把
谢谢。你好，我叫林丽。自闭症是先天的脑受损引起的发展障碍，其下有脑癌一种名的孤児症，唔是得啥都像天样独造的天才强勇。不过对其他国土来看，佢哋会有上冲嘅行为，冇办法留下非沟通，竟去做强勇嘅事情。故所有人未留意到。按做少年嘅少年嘅，因为也冇办法了解啲具体嘅星球上發生嘅乜嘅事情，只係帶到冇其他人嘅星球上，難啲嘅有幾故事。不過，我就希望佢哋得晒嘅星球都有自家嘅玫瑰花。你不觉得丁妈妈的迷信已经影响到病房了吗？你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一点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儿子做了什么事？咁樣影聲音就變咗阿牛，唔會好咧。你今日問你講啊！王碧秋，到底係幹嘛？你丁還不卡，生還用哎！你還管給我點哦？你看我有多難過，我就會讓你更難過。到時候你最怕的所有東西，你最怕的所有秘密，我都會公布出來，我會讓大家知道你是誰。我要看多麼，我啲聽嘅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選擇。擁抱啲上意嘅世界做得好，偷拍嘅未來無彩。你唔會在意嘅在未來為上才經驗，唔會在意馬街係愛，你係唔係恨你呀？出色都太易中，喺定愛身邊，也想做的一撒來相依。你要看多麼，我的天定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出色都太易中，喺定愛身邊，也想做的一撒來相依。你要看多麼，我的天定也腳步，希望做得錯，希望做得錯。